我哋今年吼，一个三角太乐团吼，有个切莫相同的方式来表现山歌吼，就係隔壁一个鬼水歌啊，吼，佢可以拿弦的路地吼，佢係帶苗栗唱山歌的山歌王就出來啦吼。不過伊同我哋三角太樂團共下應該看聽得到就講，我哋唱出來山歌同頭擺無共樣吼。因為過去啊，我哋講傳統山歌就大部分唱鬼水歌因嘅安尼人吼，來電弦嘅唱歌嘅。我哋三角太樂團過去唱嘅就我哋自家創作嘅歌謠，但是最近啊，就講我哋有無相同嘅想法，希望將傳統嘅東西同現代嘅東西做一個兩位種嘅結合吼。一種結合當然就講希望講後生人可以透過安尼方式來認識傳統客家音樂。我哋現代創作呢，因為同傳統歌謠嘅一個安尼嘅結合吼，也同如果我哋現代創作呢，同舊嘅歌嘅吼，羅山歌都有相當重要嘅關係啦吼。所以當然鬼水歌佢不用伊嘅弦呢吼，我用我嘅吉他來表現，還用我哋三角太樂團，我哋唱一首歌嘅含多宋金彩。愛是嘅玩哪有一瞬嘅金馬賽，每每來頭上插把我啲阿奶姑哦，愛呀蠻愛奶，歌啊講得愛呀，愛是嘅玩哪有一瞬嘅包啊頭。流逝啊流轉啊，轉世啊流流，見唔見啊我的阿奶姑娘。愛是嘅玩哪有妹妹來涼水歡啊，我啷才主歌。